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2章1的敬拜场所，恁住伫上主恁的列祖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的时，着遵守下面这的规例甲命令。恁要占领的国家，因的人民伫服侍神明的所在，无论伫悬山、伫小山、伫青翠的树下面，拢着甲毁灭。恁嘛着拆毁因的祭坛，讲出因的石条上，用火烧因的阿舍拉女神的身上，错断因雕刻的偶像，互人袂过去遐个所在敬拜。恁毋通学因的方式服侍上主恁的上帝，只有通伫上主恁的上帝将来对恁的支族竞选的所在敬拜伊，寻求伊，将恁的烧化祭。别款的祭物1/10的奉献，其他的礼物、谢愿的祭、甘心献的祭，以及头上生的牛甲羊，拢带去遐。伫遐，恁甲恁的家眷着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啉食，为着伊伫恁所做的一切，甲恁祝福来欢喜。咱今仔日还未去到上主咱的上帝赏赐咱安息甲做产业的地。这人照家己看做对的去做，将来入去了后就毋通安尼。恁过约旦河去住伫上主恁的上帝，互恁承接的地，搁互恁无受四围对敌的搅扰，得到太平安居乐业。迄时，上主恁的上帝会竞选一个，互恁通敬拜伊的所在。恁着照我的命令，将烧化祭、别款的祭物1/10的奉献，其他的礼物，以及恁对上主下愿要献的好物，拢带去遐献互伊。恁甲恁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，拢着甲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，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做伙欢喜，就会记得利未人伫恁中间无分着产业。恁着谨慎，毋通伫恁看介意的所在献烧化祭，只有通伫上主所竞选某一个支族的所在献烧化祭，搁伫遐照我所命令恁的一切去做。恁伫恁住的所在，通照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福分，照恁的意思杀精生食肉，无论礼仪上清气。还是无清气的人，拢通食，亲像得食羚羊甲鹿。毋过花毋通食，着摒伫涂骹，亲像得摒水。恁的五穀、新酒、新油1/10的奉献，头上生的牛羊，下愿要献的物，甘心献的祭，还是其他的礼物，拢毋通伫恁住的所在食。只有通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所在，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，以及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，伫上主的面前做伙啉食，做伙欢喜，享受恁的手所做的成果。着谨慎，恁住伫恁的土地，着永远照顾利未人。上主恁的上帝照伊的应允。互恁的土地扩展的时，恁若想讲要食肉，就通照恁的意思食。上主恁的上帝竞选要做恁敬拜伊的所在，若离恁真远，恁通照我的命令，将上主赏赐的牛羊，照恁所爱，伫恁住的所在抬来食。伫礼仪上清气甲无清气的人，通做伙食，亲像得食羚羊甲鹿。毋过绝对毋通食火，因为火是性命，恁毋通肉甲性命做伙食。火毋通食，着摒伫涂骹，亲像得摒水。毋通食火，恁甲恁的后代就会得到福气，因为恁安尼做是上主看做对的事。恁的祭物甲谢愿的祭，拢着带去上主要竞选的所在。恁的烧化祭的肉甲火，着献伫上主恁的上帝的祭坛顶，其他的祭物会着摒伫上主恁的上帝的坛顶。肉恁通食，我所命令恁这话，恁拢着遵守听叹，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好、看做对的事，安尼恁甲恁的后代就会永远得到福气。
毋通拜别个神明。上主恁的上帝伫恁的面前，将遐国的人民赶走、消灭，互恁占领因的地，伫遐徛起。迄时，恁着谨慎，毋通伫因消灭了后学因，煞陷倒因的罗网。毋通探听因拜神明的事，讲这人民安怎地服侍因的神明，阮嘛要安尼做。你毋通用因的方式服侍上主恁的上帝，因为因服侍因的神明的时，做上主痛恨厌恶的事，甚至烧因的囝、查某囝献互因的神明。我命令恁的，恁拢着切实遵行，毋通加添，嘛毋通减少。